祝我生日快乐，好，祝祝你你生日快乐。祝你，你开始啊未？要开始啊，嘿啊，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未？要来食鸡卵糕无？今仔日正拄好拄啊是我诶生日，多谢林老师吼，伫啥物49当前对无？辛苦安尼甲我带落吼，安尼甲我饲遮尔大安尼。生日快乐！生日多谢多谢。台语咱想足少人咧讲生日快乐对无？讲生日快乐，个祝你生日快乐有啊！安尼有吼，好，真欢喜啊吼！今仔日咱要来讲49岁，我大好今仔49，所以呢，惊来啥物？人惊49，人惊49啊！哦，49啊，哦，咱讲文哦，49、19甲秋亚运，年惊中秋，月惊19，人惊49。49哦，老师49诶时敢有咧惊诶？应该无吼。无惊。迄阵阁足无用诶，对无吼？咱诶朋友来啊吼，明辉、美秋你好，咱诶师母你好，哦，多谢吼，今仔足侪观众朋友伫 FB 甲我生日快乐，我还未有时间看诶吼，因为昨下下班我来食饭吼，所以请大家食鸡卵糕。其实这是一个朋友吼，淑慧姊妹吼，伊昨送我诶吼，真欢喜。会当有一个鸡卵糕吼，其实我家己足少咧买鸡卵糕安尼。好，梅花姐嘛来啊！因为中秋节伫即礼拜就到啊。是，即阵拢爱食月饼吼，啊，搁食油仔对无？中秋节有油啊，有月饼啊，但是咱诶心情有较沉重诶是，心情沉重，风较凉，毋过会沉重。对，风较凉，而且曼谷最近吼拢咧淹水，心情真沉重。出去拢塞车安尼，但是嘛较凉啊吼。其实秋天嘛有好诶，对无？就是讲虽然安尼咱想讲伫要结束啊，一冬要结束啊吼。所以过来啊吼，杜老师多谢啊。所以讲月娘吼，月15日就出院，16上院上光，来17、18、19，伊个光就消去啊，开始一直洗粒，一直洗粒，所以月惊19吼，就是安尼。人惊49，49就是讲开始青春就过去。毋过即摆人咧像毋是安尼啦。到60岁还阁像查某囡仔足济。是，即阵诶人较无遐紧老吼，所以呢，49呢想无感觉吼，但是嘛是有感觉啊，会感觉时间哪会遮尔紧吼，因为已经半百啊，人讲50啊安尼吼。所以咱今仔要来。咱来读圣经吼，约伯记9章26节。我诶日子紧紧过去，亲像快船，佮亲像鹰紧紧飞落去掠物。因为鹰鸟就来晓啊，鹰鸟咧冲落去掠土啊，还是掠鸡啊，速度足紧诶。你若有看到，你就会惊一跳，那速度非常紧，从林顶悬挤落来。讲日子过去，亲像快船，因为因较早吼咧写即个文章，写这字诶时阵，因为时常会看到鹰咧掠物，鹰鸟啦吼。诗篇90篇诶第4节，因为在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诶昨日，佮亲像暝间诶一更。伊一个人咧想讲，咱活咧不过是几十年，1000年都像迄昨日就过去，我几十年是要算啥？所以日子过得真紧，伫咱还未准备好，就已经老啊。伫上帝遐1000年，咱想一工，无简单。所以老师阁有这啥物我拢袂晓念哦，观众朋友有人会晓念。咱先说来看一个汉字内底吼，
有读做白话字，啊有读做文言文，叫做文读啦，是讲文读，文读还是白读啊文就是文言文就是汉朝的时阵标准的官方的文字甲语言是人咧唱歌戏拢是念这啊。官方就是拢爱安尼读过来，然后秋风词，咱要读去前，我先来解说。做这个诗的是一个皇帝，叫做汉朝的武帝。汉武帝是一个真好的皇帝，因为迄阵伊继位到27年，迄阵伫亚述出世以前啦，差不多伫主前113年的时阵，伊做这条歌。迄阵伊继位已经27年，伊有一个太太真水。毋过甲伊做伙无偌久，就因为破病来离开。人叫李夫人，即位李夫人呢，伊会当讲，就讲，咱讲一个倾人城，二再个倾人国，作水就对啊，互伊目睭尾缩者，就拢毋知人去啊。因为伊要死的时阵伊无爱互皇帝看到，伊有交代讲袂使互皇帝看到伊的迄款面貌来破病的面貌，所以伊就无看。过身以后，即个汉武帝呢不时咧笑念伊。有一天呢，伊伫结婚河顶悬坐伫楼仔船，因为迄船一站叫楼仔船啊。顶悬银河顶非常快乐，佮唱歌唱船歌啦，佮有跳舞，伊就迄阵是秋天，因为是10月，迄阵10月的时阵伊伫河的顶悬，看到水泡安尼伫遐震动，秋天的风，凉凉的风，吹着水面，水面起就像稀烂的泡。风凉凉吹来，人足爽快，佫有人来甲通报讲，伫南边遐战争佫得到胜利啦，伊国家太平，会当讲一点烦恼都无，足快乐的时阵。为什么足快乐？伊佫最后遐看，欢乐极喜，爱情都毋可以悲哀。为什么悲哀？因为伊少年伊已经离开的迄个李夫人。咱来读咱用迄个，就是讲汉调的音来读。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红落兮雁南归。秋风起白云飞，佮草木拢变黄。你看我一张图，一礼拜翕的你看迄竹已经变做黄的草木红落兮雁南归，因为雁就拢爱雁就爱向南飞啊，因为冬天到，因遐就飞来南边南有秀兮，菊有风。伊就要用兰花开花的水，甲菊花的香来形容伊个查某囡仔的水。怀佳人兮不能忘，伊就无法度人袂记起伊迄个李夫人迄个一个成人倾人城，再过倾人国迄个水的查某囡仔。来换流旋兮皆分合，换流迄个流流读做流啦船读做船这是文言的读法。皆分合，平中流兮用所迫。就是讲伊伫水的中，因为船伫水的中，伫遐看到迄个真水的风景，佮伫遐有笑水面有小小的波浪，因为迄个水泡互迄个秋风吹着，拢会安尼像起来迄款的小小的泡用手泡。来小鼓鸣兮发豆歌，豆歌就是船仔歌啦，驶船的人咧唱的歌豆歌，就讲分品啦，分比啦，讲古啦，伫遐唱歌跳舞伫船顶，伫因
一楼楼船顶玩跳舞真欢乐，真快乐啦。欢乐就种快乐激，爱情的，伊一面快乐一面阁想着足侪悲哀的代志，但是悲哀的代志伫心内袂当讲出来。你外表看是快乐，一点仔忧愁拢无。毋过伊的内心阁是安尼，这就是秋天互人的感觉。因为即个皇帝真好，咱看到伊写的诗就知影，伊所写的，我看伊的诗时，我看到即句就足感动，因为我伫秋天有哪会安尼？大概秋天若出去，就感觉讲哇，足爽快，人足爽快，逐项拢足水足欢喜。毋过心内毋知影讲袂出迄款的悲哀是伫倒位来。我分袂出是快乐还是悲哀，那个秋天互人的感觉，有真侪代志较容易想起来。来，少壮几时现，来怒河。少壮的少年，甲几时就过去啊！我即边已经老啊，伊迄阵是44岁，伊做即首诗的是44岁。我较少年，毋过我有76岁，我无讲我老诶。是，我应该是真正老啊，所以变成袂当讲老啊。哈哈哈！所以咱无咧讲老诶，咱咧讲有智慧诶人，对无吼？敢是安尼，圣经拢讲。所以秋风树吼，咱甲迄秋天诶气氛甲感觉落来，你向外口行，莫关踮厝内，你去外口体验秋天是啥物感觉。是。因为秋天会当互人写诗，有真侪足好诶文章是对秋天来出诶。所以不管安怎，咱来看人爱知影，咱看吼。是。所以伫伊迄所书5章16到17节吼，16节着把握机会，因为现今是社会诶时代，所以毋通做戆人，着明白啥物是主诶旨意。这提醒咱你虽然讲人一生真紧就过去。甲几十年，你过啊像快船安尼飞过，毋通做戆人，毋通安尼戆过一生，就爱互主会当使用，诚做伊诶器皿。就讲你爱了解啥物是主诶旨意，就讲上帝诶旨意，就是若你拢毋捌主是啥，毋捌耶稣啥，你知影自然是啥物？大自然的旨意，你顺待你个大自然，毋通背去，是，毋通甲破坏就对啊，把握机会。就是讲吼，有一个朋友讲，美秋讲啥物？新春，新悲哀，秋天水钓鱼是毋是？所以新春新悲哀。你会看到真正诶吼，有当时啊，咱想诶是，足快乐，其实是足好诶代志拢发生啊吼，但是毋知啥呐，心内面感觉安尼悲哀，所以人较有讲咱讲诶即个。龙年惊中秋若到，1年就过去啊。即个过去啊，所以秋天19以后会渐渐无啦，人惊19，青春已经无。佮刷落去啊，老人就来影子。是，所以毋免惊，其实咱伫上帝内面安那，就是想这吼，就是讲，上帝。毋通做戆人就好啊，几岁拢袂要紧。是，咱也会当明白啥物是主诶旨意。是，就毋免惊对无吼。好，今仔日真欢喜吼，跟观众朋友、跟老师做伙庆祝生日吼。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有人咧笑的吗？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福9月吼，9月因为12月生日拢快乐，嘿。伊生出来人叫伊个好命牛啦，因为伊姓牛嘛，讲因暗时生吼，就毋免拖车啦。迄阵逐个拢咧困，伊也咧困3点外吼，阁是秋天，毋是春天吼，遐尼无闲，所以人叫好命牛。
所以我是好命牛。都好笑诶吼，但是我是属上帝诶吼，属上帝诶人拢好命吼，无论啥物时阵生啦吼，拢就好命吼，诚欢喜吼，多谢观众朋友，还有个逐个吼，就做伙来讲台语吼，即个节目就是泰国诶克尔莫基金会甲台湾诶林老师吼。台南信教会做伙主持吼，每礼拜一会下用台语来讲圣经，来讲人生，来讲一个咱要安怎来过一个好诶生活吼。安尼诚感谢朋友苏华姐吼，多谢你好。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祝福再会，拜拜，生日快乐。快乐，